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3，彼得前书4章90到11安尼讲，着互相好款待，毋通埋怨，做上帝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，着照逐人所得到的恩赐，互相服务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着互相好款待，毋通埋怨，做逐项恩赐的好管家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满心敬畏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阮最深的敬拜甲呵乐。你是满有恩典甲怜悯的主，是供应一切、看顾万有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疼永无改变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愿为着你伫阮生命中一切奇妙的作为，献上感恩甲颂赞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无互埋怨甲苦毒进入阮的内面，互阮互基督的疼来充满，通甘心乐意来服侍人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会晓互相好款待，毋通埋怨，通做你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，也着照阮逐个人所得到的恩赐来互相服务甲祝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